睡眠被遺忘的顯化之門。實踐吸引力法則嘅朋友，10個有9個都係日頭搏到盡嘅人。日頭你就好似一個控制狂，不斷咁樣同自己講，我要正面，我要發達，宇宙你聽到未啊？然之後又整塊願景板，貼滿跑車，貼滿洋房嘅相，跟住再好似念經咁樣念肯定句，好似做咗就一定會中到6合彩咁。但係問題係，你一瞓着，成個局就會散晒噶啦。因為你一瞌眼瞓，你意識嘅守門人就去咗蛇王，潛意識就赤裸裸咁走出嚟，乜嘢都收，乜嘢都信。你日頭嗰啲我好有錢嘅正念思維，如果冇落到潛意識個底，根本就係喺沙灘起城堡，一個浪冚埋嚟，乜都冇晒，得返一皮嘢。真正嘅顯化唔係靠你日頭嗰把口講幾句咁就得噶啦，潛意識先至係大佬啊！而睡眠正正就係直接去見大佬嗰條 VIP 通道。仲有啊，你以為瞓覺只係攤屍式修復？梗係唔係啦！現代科學話我哋知，當我哋瞓着嗰陣，個腦仲忙過返工啊！佢不停咁樣重新連線、重組記憶，根本就係一間通宵營業嘅七仔。從身心靈角度嚟講，呢段時間就係潛意識話事嘅時候啦。日頭嘅你係由表層意識控制，即係嗰個中意講道理、批判人、乜嘢都質疑嘅煩友。但係夜晚嘅你就由潛意識去帶路，佢唔批判、唔篩選，你餵乜嘢佢就食乜嘢，仲要照單全收添。所以如果你識得喺瞓覺嘅期間有意識咁樣將你想要嘅頻率送入潛意識，你顯化嘅速度就會倍數咁增長啦，快到你自己都覺得驚啊！呢個就係吸引力法則入面最被低估嘅秘密，喺夢入面重新改寫潛意識啊！點解夢境咁犀利呢？因為夢境就係潛意識嘅母語啦嘛，佢唔講道理，佢講圖像、講象徵、講情緒、講身體感受，完全跳過咗你理性嗰個保安系統。你日頭同自己講我值得有錢，但係你嘅潛意識可能深信錢係邪惡噶，有錢人都係衰人嚟嘅。呢個矛盾，日頭你可以死撐，但係夜晚潛意識就會老老實實咁樣透過夢境話俾你知嘅啦。你可能會夢到唔見咗銀包，俾窮鬼追，又或者係永遠買唔起心頭好。呢啲夢唔係懲罰，而係潛意識 send 俾你嘅 message， 話俾你知啲舊嘅程式仲喺後台 run 緊啊。調翻轉頭嚟講啊，如果你學識喺夢入面主動咁樣植入新程式，咁呢啲新嘅信念就會繞過意識嘅抵抗，直接燒錄入潛意識嘅最深處，就好似燒碟咁，一撳掣就搞掂啦。歷史上好多偉大嘅科學發現同藝術創作都係嚟自夢境嘅。門捷列夫嗰個化學元素周期表就係發夢諗出嚟噶啦。Paul McCartney 嗰首 Yesterday 都係喺夢入面聽到噶。嗱，唔好同我講巧合啊！呢個世界邊有咁多巧合噶？真相係，當你嘅意識收咗工，潛意識同宇宙智慧條線就暢通無阻，快過你上網嗰條光纖啊！吸引力法則嘅核心4個字就係同頻共振，潛意識就係你發射頻率嗰支天線啦。日頭你咁多雜念、咁多情緒，好似收音機沙沙聲，點可能穩定咁發射啊？但係瞓覺嗰陣，你嘅腦波進入 alpha 波、theta 波，甚至係 delta 波，全部都係收發高頻能量嘅黃金時段。換句說話嚟講，當你瞓着嗰陣，宇宙其實喺度覆緊你機啊！問題只係你係無意識咁樣被舊程式玩殘，定係有意識咁引導新現實出現？跟住落嚟，我哋就會逐步拆解點樣喺睡眠唔同嘅階段重新改寫潛意識，點樣同夢境合作，同埋點樣令到每一次黑埋眼都變成一場顯化嘅神聖儀式。你會發現，原來瞓覺唔係喺度嘥時間㗎，而係你最強大嘅創造工具，仲要係免費嘅添。潛意識如何主導你的現實？要明白睡眠顯化有幾勁，首先你就要真正認識潛意識係啲乜嘢啦。潛意識呢個 term 聽落好似你腦入面某間黑掹掹嘅雜物房，但係其實佢係你成個存在嘅基礎土壤。你意識層面嘅思想就係種子，但係種子要落泥土先至會發芽。你唔會將種子掟上石屎地，然之後問點解唔生噶嘛？冇健康嘅土壤，再靚嘅種子都係死路一條。你日頭設定嘅目標、觀賞嘅畫面，如果潛意識唔收貨，就全部都係空中樓閣，睇得唔食得。而潛意識點樣先至肯收貨呢？唔係靠邏輯，而係靠重複、靠情緒、靠強烈嘅感官投入。而瞓覺呢個狀態啱啱好滿足晒呢3個條件，哇，正到爆啊！潛意識另一個最癲嘅特性就係
佢分唔出真實經驗同埋生動想象之間嘅分別。即係你齋靠想象自己贏咗比賽，你嘅身體表現就已經會有進步噶啦。咁係有科學根據噶。同樣道理，一個創傷記憶，就算發生喺10年前，到今日諗起都會令到你嘅心跳加速、手心出汗，因為對潛意識嚟講，嗰個創傷係而家發生緊噶。同樣道理，當你喺夢入面經歷一個場景，潛意識就會當佢係真實噶啦。如果你喺夢入面感受到被愛、被支持、充滿豐盛，咁樣你第二日瞓醒之後，你嘅潛意識就會根據呢一個真實經驗嚟到調整你嘅外在現實。換句說話，夢境就係一個你完全控制到，而且係絕對安全嘅虛擬實境，用嚟重新訓練你嘅潛意識，仲要唔使買頭盔添。好多實踐吸引力法則實踐到灰心嘅人，原因就係佢哋完全無視咗潛意識入面嗰堆舊嘅程式。你可能話好想有一段健康嘅親密關係，但係潛意識深處有個信念係愛情一定會帶嚟痛苦，或者係我唔值得被愛。呢啲信念可能係嚟自童年陰影、過去嘅創傷，甚至係你阿爺傳落嚟嘅家族記憶。日頭你可以扮冇事，但係夜晚佢就會自動咁樣透過夢境浮上面嘅啦。你發夢夢到伴侶背叛你、飛你，又或者係你一直喺度追一個永遠追唔到嘅人，全部都唔係偶然，而係你嘅潛意識好忠實咁樣喺度播緊卷舊帶啊！你唔換帶，現實只會無限咁碌，仲慘過睇深宵重播。不過好彩，潛意識呢一樣嘢係可以改變嘅。神經科學話俾我哋知，大腦有神經可塑性，即係可以因為經驗而改變結構。身心靈領域仲話俾我哋知，潛意識嘅可塑性唔只限於生理，仲包括能量同頻率層面。而喺瞓覺期間，特別係快速眼動睡眠階段，就係神經可塑性最活躍嘅時候啦。喺嗰陣，日頭學嘅嘢會被整合，冇用嘅連結會被剪走，重要嘅連結會被強化。如果你喺臨瞓之前有意識咁樣導入你想要嘅信念同畫面，喺瞓覺嘅過程中，呢啲新嘅信息就會俾潛意識當成係重要檔案優先處理，然之後慢慢咁取代舊嘅程式。一個好重要嘅 concept 係潛意識係冇道德判斷，亦都冇幽默感㗎。佢唔會質疑你輸入嘅嘢係真定係假，可能定係唔可能，對你好定唔好，佢只會照單全收，然之後執行。如果你成日同自己講，我成世人都咁黑仔㗎啦，潛意識就會安排你見到更加多黑仔嘅證據。如果你臨瞓前不斷咁諗，唉，聽日又一定會失敗㗎啦，潛意識就會喺夢入面同你排練失敗嘅場景，然後等你喺現實中完美咁演出。相反，如果你開始喺臨瞓之前有意識咁樣植入，我輕鬆吸引豐盛，每個挑戰都係我嘅助力，宇宙溫柔咁樣撐我，咁同一套機制就會反過嚟幫你噶啦。夢境就係呢套機制最強大嘅操作界面，仲要係 touch screen 嚟嘅。腦波狀態與顯化頻率的對應。想掌握睡眠顯化，你要先了解人類意識嘅唔同狀態，即係腦波嘅4個兄弟：Beta、Alpha、Theta、Delta。最快嗰個係 Beta 波，即係你日頭返工同人鬧交、睇手機、碌 IG 嘅嗰種狀態。呢個狀態適合做嘢、度橋，但係絕對唔適合改變潛意識，因為 Beta 波嘅防衛機制會自動 block 咗任何同你現有嘅信念唔夾嘅信息。你越清醒就越難改。當你開始放鬆、合埋眼、深呼吸，準備進入夢鄉嗰陣，腦波就會由 Beta 波慢慢咁降到 Alpha 波。Alpha 波係一種放鬆而專注嘅狀態。你仲有少少意識，但係又開始飄飄地。好多冥想、自我催眠、念肯定句都係喺 Alpha 波狀態下做嘅。呢個時候，你嘅意識批判過濾器開始減弱，但係仲有少少把關。你可以將 Alpha 波想象成為潛意識嘅門口。你未入到間屋，但係已經可以透過門罅睇到入面嘅家私啦。對於顯化練習嚟講，Alpha 波係植入新信念嘅絕佳時機，因為潛意識已經開咗少少門。而意識又未完全放手，你仲有某種程度嘅控制權。跟住落嚟就係 Theta 波，呢個係更加深嘅放鬆狀態，通常出現喺淺期睡眠期間同埋快速眼動睡眠之前嘅過渡階段。Theta 波係極具創造力嘅腦波，亦都係靈感、直覺同埋深層療癒最容易發生嘅頻率。你有冇試過半夢半醒之間突然諗到解決問題嘅方法？係啦，就係入咗 Theta 波啦。呢個狀態之下，意識嘅防衛機制幾乎完全消失，潛意識就好似一道敞開咗嘅大門，任你出入。
如果你喺進入 Theta 波嘅時候，帶住強烈嘅情緒重複某個肯定句，又或者係視覺畫面，呢個信息就會好似烙印咁樣刻入咗潛意識。Theta 波仲係同宇宙更高智慧連線嘅頻率，好多通靈、預知夢、同步性事件都係喺呢個波段發生㗎。最深層嘅睡眠就係 Delta 波，即係你瞓到死咗咁，冇夢嗰種深度睡眠狀態，身體進行緊最深層嘅修復。你可能覺得 Delta 波對顯化冇用，但係 Delta 波正正就係潛意識進行系統重組嘅關鍵時刻。喺你冇發夢嘅階段，潛意識其實喺度瘋狂處理日頭收到嘅海量資訊，將重要嘅歸檔。如果你臨瞓之前已經將你想要嘅頻率送入系統，咁 Delta 波階段就會將呢啲新嘅程式寫入你嘅神經網絡。換句話講， Alpha 同 Theta 波係輸入階段， Delta 波就係安裝同執行階段。冇 Delta 波，你輸入嘅指令就唔會真正固化。咁就係解釋咗點解長期唔夠瞓嘅人通常都顯化唔到嘢，因為佢哋冇時間俾潛意識安裝新嘅 app 咯。快速眼動睡眠又係另一個層次。呢個時候，腦波係 Theta 波同類似清醒嘅 Beta 波溝埋一齊，就好似一杯鴛鴦咁。呢個就係最生動、最有故事性嘅夢境發生嘅時間啦。快速眼動睡眠對情緒調節同記憶整合極度重要。從顯化角度嚟睇，快速眼動睡眠就係你檢查潛意識現有程式嘅放映室。如果你喺快速眼動睡眠中不斷見到匱乏、恐懼、失敗嘅夢境，即係話你嘅潛意識仲係 run 緊一啲舊嘅程式。相反，如果你可以影響快速眼動睡眠嘅內容，令到夢境出現豐盛、愛、成功嘅情節，咁你嘅潛意識就會開始相信呢啲先至係真實。咁就係點解好多高手特別重視臨瞓之前同醒咗之後嗰段短暫嘅 Theta 波狀態，因為嗰個就係直接影響快速眼動睡眠進行編程嘅黃金窗口。錯過咗又要等第二晚㗎啦。睡前儀式為潛意識設定導航坐標。你而家已經明白晒睡眠同潛意識嘅關係啦。咁具體嚟講要點樣做呢？第一件最重要嘅事就係建立一個有意識嘅臨瞓儀式啦。大部分香港人係點瞓覺嘅呢？就係喺張床度碌手機，碌到眼皮沉重，又或者係攤喺度任由思緒亂飛，諗翻今日邊個激親自己，聽日又要面對啲乜嘢難題。咁嘅方式等於喺臨瞓前最後嗰一刻，將你嘅擔心、最混亂嘅頻率餵養俾潛意識。跟住成晚，潛意識就會忙住處理呢一堆混亂，仲要將佢哋放大添。你就即係同潛意識講，麻煩你幫我製造更多煩惱啊！跟住第二日瞓醒，果然又遇到更多煩惱。咁唔係運氣差，而係你 set 咗個壞程式，自然就會有壞嘅結果啦。一個有效嘅臨瞓儀式，至少要由半個鐘至1個鐘嘅準備時間開始。呢段時間你必須遠離所有電子屏幕，即係放低你部手機，唔好再碌啦。因為藍光會抑制褪黑激素分泌，搞亂你嘅睡眠週期，同時令到你嘅腦波維持喺高 beta 波嘅狀態，好難落到去 alpha 同埋 theta 波㗎。你可以將呢段時間叫做神聖過渡期啊。喺呢段時間可以做嘅嘢包括輕輕鬆鬆咁拉下筋，又或者係瑜伽、寫感恩日記、讀正向肯定句、聽下啲頻率音樂，又或者淨係簡單咁樣做下啲腹式呼吸。呢啲活動得一個目標，就係令到你嘅身心由日間嘅忙碌節奏慢慢咁抽離，轉入接收同埋放鬆嘅狀態。當你攤喺床上面準備瞓覺嗰陣，請你為你嘅睡眠設定一個明確嘅意圖啊，唔係求其講句我想瞓好啲，而係要好具體。今晚我嘅潛意識將會喺夢中整合豐盛嘅頻率，我會喺夢入面體驗到已經達成目標嘅感覺。你可以再具體一啲㗎，例如係我將會喺夢中見到自己收到 offer 嘅嗰份喜悅，我會喺夢中感受到伴侶攬住我嘅體溫，我會喺夢中見到銀行戶口數字升咗好多啊！呢個意圖就好似一個 GPS 導航坐標咁樣，清清楚楚發送俾潛意識。你唔需要刻意諗細節，只需要帶住一種我已經將任務交咗俾潛意識，佢就會喺最啱嘅時間用最啱嘅方式嚟到完成嘅信任感。呢種信任本身就係一種極高頻率嘅能量，唔使錢，但係好值錢嘅。最緊要仲要注意你講緊呢句說話嘅情緒狀態添。跟住將注意力放喺你嘅呼吸上面，唔需要刻意改變節奏，淨係觀察空氣進入同離開身體嘅感覺。當有念頭彈出嚟嘅時候，唔好批判佢，亦都唔好跟住佢走，輕輕咁將注意力帶返呼吸度。呢個簡單嘅練習，
會令到你嘅腦波自然降到 alpha 波，大約係5至15分鐘之後，你就可以開始喺心裏面默念一個簡短嘅肯定句，例如係我值得所有美好，宇宙正喺度為我安排一切，又或者係我嘅潛意識今晚將會被重新編程。重點唔係呢句嘢有幾長，而係你對呢句嘢嘅真實感受啊！如果你完全唔信，就由一個你勉強接受到嘅程度開始啊，例如係我願意嘗試相信我係值得嘅。記住，扮扮下就會成真嘅啦。呢句喺潛意識嘅世界係 work 噶。最後一步就係加入視覺畫面，唔使用力去觀賞，一用力腦波就會彈翻上 beta 波，咁就前功盡廢噶啦。要好似回憶一個已經發生過嘅愉快經驗咁，帶住淡淡嘅放鬆嘅畫面感，想象你渴望嘅事物已經出現嘅時候，你嘅身體會有咩感覺？個心口係咪覺得暖暖地？嘴角係咪會不自覺咁樣微微向上擠？呼吸係咪會變得更深更慢？捉住呢啲身體嘅感覺，等佢哋成為你入睡前最後嘅記憶。當你帶住呢啲感覺逐漸失去意識嘅時候，你就喺嗰一刻將新嘅程式交咗俾潛意識，剩低嘅就交俾睡眠去搞掂佢啦。咁就係一次完美嘅潛意識導航設定，簡單直接，唔使錢。夢境中的符號語言與潛意識對話。喺重新編程潛意識嘅過程中，識得解讀夢境係一個好重要嘅技能。夢境唔係隨機嘅雜訊，而係潛意識精心設計嘅信息。當你學識解讀呢啲信息，你就會知道自己而家處於顯化嘅邊個階段，仲有邊啲阻礙要清理。夢境用符號、象徵同埋隱喻嚟到表達，因為潛意識唔擅長線性邏輯，佢擅長嘅係瞬間嘅多層次嘅意義串聯。一個場景可能同時代表過去、現在同未來，一個人物可能同時象徵你內在嘅某個部分同外在世界嘅某段關係。舉個例啊，如果你正喺度顯化一份新工，但係夢到自己喺迷宮入面不斷咁樣蕩失路，呢個迷宮好大機會係象徵你對職業方向嘅困惑，或者係你內心對選擇嘅恐懼。如果你夢到趕唔切上飛機或者係火車，通常係代表你覺得自己錯過咗某個重要機會，又或者係喺顯化過程中感到時間壓力，即係我好驚老咗都未發達啊嗰種焦慮啊。如果你夢到甩牙，呢個喺好多文化嘅入面都同失去控制或者係表達能力嘅焦慮有關嘅。呢啲夢絕對唔係嚟打擊你，佢哋係潛意識送嚟嘅身體檢查報告。你見到報告有紅字，唔會鬧份報告噶嘛？你會多謝佢話俾你知你邊度有問題。同樣，當你做咗個看似負面嘅夢，請多謝潛意識嘅誠實啊，然之後針對佢揭示嘅信念做日間嘅調整。再進一步，你仲可以主動同夢境對話添。呢個係一種內在溝通技巧。當你由一個印象深刻嘅夢中醒過嚟，唔好即刻趌起身，又或者去抄手機，維持原有嘅姿勢，合埋眼，回想夢中最鮮明嘅畫面或者情緒，然之後喺心裏面問呢個夢：你想話俾我知啲乜嘢呢？呢個符號對我嚟講有啲咩個人意義？呢個情緒連結到我嘅生活中嘅邊個部分？然之後靜靜咁等待答案出現。答案未必係說話，可能係一個新畫面，一個身體感覺，又或者係一段突然浮現嘅回憶。呢個過程會強化你同潛意識之間嘅連結，令到潛意識知道你願意聽佢講嘢。久而久之，潛意識就會用更清晰、更直接嘅方式同你溝通，甚至會主動喺夢入面俾你顯化嘅提示同策略添。對於已經開始臨瞓編程嘅人嚟講，夢境會逐漸出現變化。起初你可能會夢到同舊信念相關嘅場景，但係結局唔同咗。例如係以前你成日夢到俾人追，但係而家你夢到自己喺逃跑中突然間擰翻轉頭，發現追住你嘅原來係一隻想幫你嘅動物。呢種轉變顯示你嘅潛意識正重新解釋舊嘅恐懼。跟住你可能會夢到直接同顯化目標有關嘅情節，例如係企喺你想要嘅嗰種單位嘅露台嗰度睇日落，又或者係同你理想中嘅伴侶食晚飯。呢啲夢境非常之寶貴，因為佢哋唔單止係信號，更加係一個實際嘅內在體驗。潛意識會將呢個體驗儲起，當做已經成真嘅證據。仲有一個更加高層次嘅夢境類型，叫做顯化確認夢。呢類夢境通常都係非常清晰，帶有強烈嘅情緒共鳴，而且醒返之後唔會快速模糊。你可能會喺夢境中直接聽到一把聲話搞掂咗啦，或者係見到一張紙寫住具體嘅日期或者數字。
有人甚至會喺夢境入面同已經逝世嘅親人、導師或者所謂嘅高我對話，獲得明確嘅指引。呢啲夢境唔係幻想，而係潛意識同宇宙智慧達成共識嘅證明。當你達到呢個階段，外在現實嘅顯化通常就已經喺路上。你要做嘅就係保持放鬆同信任，唔好因為心急而干擾咗自然顯化嘅節奏啊！醒來後的黃金時刻，鎖住夢境的成果。如果話臨瞓係編程嘅開始，咁瞓醒之後就係編程嘅完成同鎖定啦。大部分人嘅做法係鬧鐘一響即刻彈起身，衝入廁所，腦入面已經諗緊今日開會要講啲乜嘢，lunch 食乜嘢，放工去邊度，完全無視咗瞓醒之後嗰段極具潛力嘅意識狀態。事實上，啱啱由睡眠中瞓醒嘅幾分鐘，你嘅腦波正由 Delta 波或者係 Theta 波慢慢升翻到 Beta 波。呢段時間嘅潛意識仍然係非常活躍，意識仲未完全接管。如果你能夠喺呢一個時候有意識咁樣回顧夢境，強化夢中嘅正向體驗，咁就係等於為潛意識嘅新程式吸咗個確認章，話俾佢知係啊，呢個真係我要嘅嘢嚟㗎。瞓醒之後嘅第一個動作應該係保持身體唔喐，好似係你瞓着前最後嗰個姿勢咁，唔好急住擘大對眼，唔好伸手抄手機，先停留喺嗰種半夢半醒嘅朦朧狀態，嘗試捕捉任何殘留嘅夢境印象，可能係一個畫面、一段對話、一種情緒，甚至只係一個顏色。即使你覺得自己冇發夢，都請停留片刻，因為記夢係需要練習㗎。如果你真係乜嘢都記唔起，咁都好，你只需要感受下當下嘅身體感覺啊，跟住喺心裏面對你嘅潛意識講一聲多謝，多謝佢成晚嘅工作，多謝佢幫你整合同編程。呢聲多謝會令到潛意識更加樂意配合你之後嘅練習㗎。如果你記住咗夢境嘅片段，下一步就係篩選出同你顯化目標相關嘅部分啦。即使夢境嘅整體睇落好荒謬或者係負面，都可能係隱藏住正向嘅信息㗎。例如係你夢到自己唔見咗個銀包，但係唔見咗之後反而覺得前所未有咁輕鬆，咁可能代表你嘅潛意識正喺度釋放對於金錢嘅執着，而釋放之後嘅輕鬆感正正係豐盛來臨嘅先兆。請你特別留意夢中嘅情緒結局啊，而唔係事件嘅本身。如果夢嘅結局係喜悅、平靜或者係解脫，咁就係一個療癒性嘅夢啦。如果結局係恐懼、羞恥或者係無助，咁就代表仲有嘢要清理啊。回憶完夢境之後，請為呢個夢賦予一個新嘅對你有利嘅解釋。呢個係重新編程嘅關鍵步驟，因為夢境本身係中性嘅，意義係你賦予嘅。即使你做咗個看似失敗嘅夢，你都可以選擇咁樣解釋：我嘅潛意識正釋放我對失敗嘅恐懼。呢個係非常好嘅清理過程。或者係呢個夢提醒咗我某個我仲未肯面對嘅信念。我好感謝呢個發現啊！你唔需要否認夢境帶嚟嘅負面情緒，但係你可以主動選擇一個更高嘅視角去睇呢件事。呢個重新賦予意義嘅動作本身就係一種潛意識層面嘅信念翻轉，經過你日頭嗰啲自我安慰啊。最後一個瞓醒嘅練習就係重新啟動臨瞓前嗰個視覺畫面，仲攤喺張床嗰陣，用20幾30秒，再次令到自己感受到目標已經達成嘅時候嘅身體感受。暖暖嘅胸口，微微向上戚嘅嘴角，放鬆嘅呼吸，然後帶住呢份感受，慢慢擘大眼，開始新嘅一日。你會發現，成日嘅心態同能量狀態同平時完全唔同㗎。你再唔係一個等緊顯化發生嘅人，而係一個已經活在顯化完成狀態中嘅人。呢種由睡眠延伸到日頭嘅連續性，就係吸引力法則最優雅嘅實踐方式啦。克服常見的障礙與懷疑。喺實踐睡眠顯化嘅過程中，你一定會遇到障礙同埋懷疑嘅，咁係非常之正常嘅，因為你嘅舊信念系統唔會乖乖咁交個波出嚟，佢會用各種方法試圖維持現狀嘅。最常見嘅障礙就係失眠或者係睡眠質素差啦。當你太用力想正確地進行臨瞓儀式，反而就會產生壓力，令到腦波卡喺 Beta 波，成晚都眼光光。記住啊，睡眠顯化嘅第一個原則就係放鬆。你越緊張越冇用。如果你發現自己做下越嚟越緊張，咁就暫時放低所有嘅技巧，淨係簡單呼吸咁就得啦。一個瞓得好嘅平凡夜晚，遠遠好過一個充滿技巧但係焦慮失眠嘅夜晚。記住啊，你唔係喺度考試，唔使攞 A 㗎。
第二個常見嘅障礙係我冇發夢，或者係我記唔住夢境。事實上，每個人晚晚都會發夢，只係大部分夢境喺醒返之後嘅幾分鐘內就會被遺忘。記夢係一種可以培養嘅能力，你可以喺臨瞓前俾一個暗示自己，我會記住我嘅夢，瞓醒之後我會即刻回憶，跟住喺床頭放本筆記簿，醒咗之後馬上寫低任何記得嘅片段，哪怕只係一個字或者一個顏色。持續做1-2個星期，你記夢嘅能力就會大幅咁提升㗎喇。唔好因為一開始記唔到就放棄，你唔會因為第一次踩單車跌低就話自己一世都唔識踩單車㗎嘛。第三個常見嘅障礙就係發噩夢。有人因為咁樣而臨瞓前感到恐懼，唔敢主動同潛意識合作。請你理解，噩夢唔係懲罰，亦都唔係你做錯嘢。噩夢通常係潛意識喺度釋放長期壓抑嘅情緒或者創傷。當你開始進行睡眠編程，潛意識就會先將你最深層嘅阻礙翻出嚟，等你有機會清理佢哋。咁就好似通渠，啱啱開始衝出嚟嘅一定係最污糟嘅嗰堆嘢。請帶住慈悲同埋勇氣面對呢啲夢境。你日頭可以做一個簡單嘅轉化練習啊，將噩夢嘅場景寫低，跟住重新寫一個你中意嘅結局。呢個動作會向潛意識傳達一個強烈嘅訊息：我可以改變任何程式，即使係恐懼嘅程式。最後一個障礙就係耐性啦。好多人做咗3日臨瞓儀式，就期望顯化即刻發生。當見唔到外在變化嘅時候，就話呢個方法冇用。記住啊，潛意識嘅重新編程係需要時間㗎。你過去嘅舊信念可能已經 run 咗幾十年，你唔能夠指望3個夜晚就完全翻轉晒㗎嘛。不過亦都唔使等到完全翻轉先至會見到成果。你會先由內在開始感受到變化，夢境嘅內容改變咗，日頭嘅直覺強咗，對於目標嘅感覺變得輕鬆咗，呢啲全部都係真實嘅顯化進度指標，唔好睇小佢哋啊！當你信任呢個過程，外在嘅改變就會喺適當嘅時機自然出現嘅啦。宇宙嘅時間唔係線性㗎，有時喺你完全放低期待嘅嗰一刻，顯化就會以你最意想不到嘅方式降臨。到時你可能會嚇一跳，然後笑自己之前做乜鬼嘢咁緊張啫。長期實踐與進階顯化者的心態。當你將睡眠顯化融入生活，成為一種自然嘅習慣，而唔係一項待辦事項，你就開始進入進階顯化者嘅領域啦。喺呢個層次，你唔再需要刻意記住夢境，或者係進行繁複嘅儀式，因為你嘅潛意識已經同你建立咗順暢嘅合作關係。你會發現自己成日喺瞓醒嗰陣，就帶住一種莫名嘅喜悅同篤定，知道有件重要嘅事就快要發生啦。你嘅直覺變得敏銳，你開始能夠分辨邊啲夢境只係日常垃圾檔案嘅清理，邊啲夢境係嚟自宇宙嘅重要提示。你甚至可能喺夢入面獲得具體嘅靈感，例如係一個商業嘅 idea， 一個創作嘅構思，或者係一個解決長期困擾嘅方法。進階顯化者仲有一個共同特質，就係對睡眠嘅態度完全翻轉。佢哋唔會再將睡眠當做唔做唔得嘅瑣碎事，而係一日當中最神聖、最具有創造力嘅時光。佢哋會保護自己嘅睡眠時間，好似保護一筆珍貴嘅投資咁，因為佢哋知道一個高質素嘅睡眠遠比一個低質素嘅日頭搏殺更加可以推進顯化進程。佢哋亦都會注意飲食、環境同生活節奏對睡眠嘅影響，例如係太夜食嘢會干擾夜間修復機制，睡房嘅電磁波會影響腦波狀態，臨瞓前飲咖啡或者酒精會阻礙進入 theta 波。呢啲表面同吸引力法則無關嘅細節，其實全部都係顯化成敗嘅關鍵。你唔會將啲可樂倒落電腦度，然之後問點解開唔到機啊嘛？另一個進階嘅練習就係同你嘅夢境角色進行有意識嘅對話啦。當你喺夢中認出某個反覆出現嘅人物或者象徵嘅時候，你可以喺夢中直接問佢：你係邊個？你想帶啲咩信息俾我？有人甚至可以喺夢入面做有意識嘅選擇。例如係揀唔同嘅行動嚟到改變夢境走向，呢種能力叫做清醒夢，係睡眠顯化中最高層次嘅技巧之一。喺清醒夢入面，你可以主動創造任何場景，直接體驗你渴望已久嘅事物。你可以飛，可以同高我傾偈，可以預覽未來嘅可能性。呢啲體驗唔單止過癮，仲有實際嘅顯化效果添，因為佢哋喺潛意識入面留低咗極度強烈而且真實嘅痕跡，仲勁過你日頭觀賞100次啊！清醒夢係需要練習嘅，有關清醒夢嘅詳細資訊，將來有機會嘅話再同大家介紹啊。最後，請永遠記住，吸引力法則嘅本質唔係控制，而係允許。
你唔係喺度逼宇宙俾啲乜嘢你，而係喺度調整自己嘅頻率，令到自己同已經存在於量子場中嘅可能性對齊。睡眠顯化嘅一切技巧，最終都係為咗幫你放低控制、放低焦慮、放低唔夠好嘅自我批判。當你能夠喺睡眠中完全信任，喺醒返之後完全接納，咁顯化就再唔係努力嘅結果，而係一種自然嘅存在狀態。喺看似平凡嘅日子裏面，會突然間發現嗰份工出現咗，嗰個人出現咗，嗰筆錢嚟到咗，嗰陣你會微笑咁樣諗起，其實喺你瞓着嗰陣，宇宙就已經安排好晒一切，你只需要好好咁瞓一覺，醒返，跟住迎接佢，就係咁簡單。由今晚開始，請將自己當成一個喺夢中創造現實嘅魔法師。你張床係祭壇，你嘅枕頭係祭壇上面嘅蠟燭，你嘅呼吸係咒語。每當你合埋眼，你就係喺度為自己撰寫下一段人生嘅劇本。唔係因為你有超能力，而係因為你嘅潛意識比你想象中強大千萬倍，佢一直喺度等你主動開聲啊！而家你已經學識咗佢嘅語言啦，剩低嘅就係信任，跟住瞓餐覺啊！但願你嘅每一個夢都成為顯化嘅種子，但願你嘅每一次擘大眼都見到宇宙一早已經準備好嘅奇蹟。Good night。